苏宏继续要来关心这两天的价格大代志。人咧讲，有人嫁翁饭翁细，有人嫁翁是惊翁家。豪角上起的阿翔和查某艺人郑欣伫路烧金，互人逼讲有偷食的情形。阿翔和经纪公司协议了后，决定要招豪主做伙出来开记者会。第二届甲大家会室咧，看起来面色真沉重，拢总行咧行6届。阿翔讲甲脑梗一个甜，伊讲伊和郑欣的友谊是1个月前才开始变质，超过朋友应该有的站节，即马两个人无搁再联络。伊嘛感谢因某陪田螺甘水过冬，答应这世人袂和某仔囝分开。那豪主嘛真有义气，斗相挺，讲豪角上起未解散。经纪公司宣布讲阿翔和郑欣两个人的工课，即马全面暂停。再一次的跟我的老婆、小孩说声对不起。搁一届出面会室咧，就惊互外界批评讲诚意无够，阿翔面色真严肃。甲烧金的相片拍出来，迄天出面会室咧比起来，即届加较紧张，心情嘛搁较沉重。讲到家己的某 Grace 的时阵，搁加是讲甲脑更甜。最感谢的就是我的老婆，她愿意陪着我走这一段非常艰辛、非常难熬的日子。我的老婆、小孩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责任。90度会室咧，阿翔讲甲目屎干目甜，互即届事件牵连到的花嘛徛出来会室咧。他们犯错，等于我犯错，要很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。伫进前，阿翔的某 Grace 就已经有先伫人面册顶的宣告原谅因翁阿翔啊，无法度因为做毋到一件代志，就甲阿翔的优点拢放袂记的。佮讲你的世界伫落雨，我来为你压雨伞。阿辉嘛讲谢欣甲阿翔两个人的关系，伊嘛是一直到烧金的相片拍出来，迄天才知影，迄天佮收到阿翔的某 Grace 的信息。他说阿翔现在很不好。拜托你帮我鼓励一下他，这样。Grace 伫代志拍出来了后，也是一直想要顾到因翁阿翔的心情，互外界看到真毋甘。阿翔甲谢欣两个人的感情，到底是为什么时阵开始的？这1个多月发生的变质，是我没有拿捏好好朋友之间应有的分际。阿翔发生这个代志。你袂使安尼看人袂起，你知无？恁两个袂使安尼拆散，爱搁继续合作。规个记者会拢无看到女主角谢欣出现，各有网友留言讲，好的真无辜受到牵连，佮讲阿翔是咧假口，看到阿翔就要换台，为着互代志赶紧过去，谢欣甲阿翔的经纪公司嘛发声明强调，两个人的演艺工课全面停工，登去豪华反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